讲到咱国内这流感疫情，抑阁是伫咧流行期，国健署发现讲食粉的人，抑阁骗这二手粉的人，患着流感或者是流感重症的可能性，拢会增加。国内流感的疫情还未退，疾管署拜二公布，顶礼拜增加128例流感重症的案例，死亡个案增加28个，其中有23个个案无注流感疫苗。疾管署指出，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门急诊予医生看的有181000多人次，这嘛拍破10年以来同期上悬的纪录。因为近期呢会有元宵节的一个灯会的一个活动，还有学校陆续都已经开学，再加上最近气温呢比较有下降的一个趋势，那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一个流感的疫情呢风险持续，那所以还是要呼吁这些民众，尤其是高风险的一个民众呢，要尽早来接种疫苗。拒烟防疫过好年。面对流感，民众也要注意分开。国健署指出，平无食粉的人比起来，食粉的人得流感的可能性是5倍，甚至会影响到身躯边的人。因为爸爸拢是为着流感的囡仔，有接触二手粉的囡仔，重症带家互爸爸的可能性是4.7倍。你每天的香烟的一直暴露，那你的气道本来就是一个一直在每天在发炎的反应。当你得到感冒的时候，或病毒感染的时候，更容易感染。然后更容易感染，而且感染了之后呢，更容易得到重症，而且更不会好，会更拖得更久。另外，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国内的公费流感疫苗约存1.3万桶，目前有照行政院的指示加买10万桶，拍算上紧为2月20开始，予65岁以上时大、幼儿、慢性病患者等11类民众优先注射。疾管署提醒讲，国内要咧流感的流行期，民众要注意防疫。若是喘气有困难、胸坎痛等等的症状，要赶紧到病院治疗。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。